来乡亲啊，今仔日2月14是西洋的情人节，已经有10年无来台湾的影帝梁朝伟，讲阴暗有可能会来陪大家过情人节咯。33年前正轰动的电影《悲情城市》，男主角就是梁朝伟，阴暗就是《悲情城市》4K 全新数位版的首映会，有风声讲梁朝伟会来。梁朝伟好朋友高捷伫面册来透露，讲伊无确定梁朝伟是毋是会来现身，但是伊嘛真期待会当甲梁朝伟来见面。你倒位人？我台湾人。梁朝伟搬一个创意人，伊偷偷讲出来一句话，反映国际无奈和时代不安的处境。这法律因咧说的，虽然兵起兵落啦。咱本土人上好，念什么日本人，念中国人啦，正人吃正人徛都无人听。已经做成演员，但常勇伊讲的每一句台词，互观众看到流目屎。透过电影，想起国民政府讲互台湾初期新一个冲突，时隔33年，悲情城市用4K 全新数位版搁定播一摆，让民众上欢喜的是。在台北信义区有不少知名百货公司和电影院进驻，而且这里也是不少海外明星来到台湾必逛景点之一。而根据了解，香港巨星梁朝伟在晚间会出席特映活动，与粉丝同欢。过10年时间，梁朝伟搁一摆来到台湾访问，消息传出来，好朋友高捷嘛伫咧人面册铺文写，我嘛唔知阿伟啊14号悲情城市首映，敢会快闪参加？伊最近真正足无闲的，也毋过我足期待会当甲老朋友抱头食饭，特别是听讲梁朝伟早就已经来到台湾，咁有影咧，嘛互民众真期待有机会当伫咧台北街路当着大明星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